再有三星手機爆炸，今次嘅苦主連屋企都冇埋啊！呢度係西貢井頭村，出事嘅係地下嘅單位，可以見到樓上單位嘅外牆同埋露台都被燻黑。事發喺星期四晚10點幾，戶主杜先生食完飯之後坐喺梳化度，攞住啱啱買咗只有1個月嘅三星 Galaxy S4 手機，邊叉電邊玩啦。點知手機電池突然間爆炸，嚇到佢即刻鬆開手，將部手機掟落去梳化度。呢個時候手機更加噴出火球，燒着咗梳化，再燒着埋窗簾，火勢一發不可收拾。之後成間屋都陷入一片火海。杜先生同太太帶埋佢哋養嘅狗仔，及時逃出屋外報警。杜先生嘅手部輕微燒傷，拒絕送院。消防接報趕到，用咗超過半個鐘頭將火救熄。不過佢哋嘅安樂窩就只係燒剩得返個殼，連窗框同埋屋入面幾乎所有家私電器都被燒成炭。見到咁樣嘅情景，真係人都覺得萬分無奈。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工程師盧國強估計，起火原因有2個可能性。第一係叉電器短路漏電，引致電池電壓過高，爆炸起火；另一個可能係電池過度叉電或者短路爆炸起火。佢話遇到呢啲情況，應該將手機掟落地下，而唔係掟落梳化度，然後再用水淋熄。三星電子有限公司回應話，收到相關設備之後，就會進行詳盡嘅調查同埋測試，揾出事故原因。而喺今個月19號發生嘅另一宗三星手機爆炸意外，三星就話已經回收有關產品，發現出事手機所用嘅電池並非由三星或者三星授權嘅公司供應或者製造。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道。